啲就係初階班嘅課程內容。成個初階班係會由零基礎開始學起，一步一步跟住我嘅教學去學識製作一條好睇嘅影片。到咗進階班，會重點訓練你寫劇本、打燈收音、專業級拍片剪片技巧，當然唔少得 IG 演算法、增粉攻略同埋個人 IP 策略等等。我結合咗18年嘅廣告製作經驗，將整個影片製作流程化身做一個個清晰嘅步驟系統，令到完全小白嘅你，只要跟住我嘅系統，都可以做到大片出嚟。學習過程當中絕對唔係死記硬背㗎，我會分析俾你聽每一個做法嘅優缺點同埋捷徑方法，令到你喺短時間之內可以掌握晒我哋行內人先識嘅拍片剪片技巧。喺 IG 演算法入邊，佢最根本嘅要求就係要你做到大量有價值嘅影片俾觀眾，先會將你嘅賬號推送出去嘅。所以個問題就係你識唔識拍一條好睇嘅片呢？每個賬號最終比拼嘅就係你嘅拍片剪片技巧係咪吸睛呢？有冇帶到價值俾觀眾呢？有好多學生都同我講過，佢已經好努力拍片，甚至用咗好多錢揾 marketing 公司幫佢拍片啦，但係都冇幫助到生意，又或者係條片根本冇流量嘅。其實我諗最根本嘅原因就係你嘅影片對觀眾嚟講係冇價值。如果你一味淨係拍一啲廣告式嘅影片，不斷去推廣你嘅公司有咩服務啊，而家賣緊乜嘢 package 啊，呢啲其實觀眾係唔中意睇嘅。所以我哋上堂就係要學習去做一啲有價值嘅影片。第一種價值叫情緒價值，第二種係叫資訊價值。上完我嘅堂，你已經可以獨立靠你自己去拍片剪片，唔使再俾 marketing 公司鏈住條頸啦，因為你會知道個標準，你會知道個成本同埋製作方法係點。最重要嘅係，你亦都會完全學識晒成個社交媒體嘅運作模式同埋變現技巧，唔好再盲摸摸自己亂咁做啦。我已經手把手教超過1000個學生，接觸過唔同行業同埋唔同程度嘅學生，非常熟悉每個人喺學習當中遇到嘅難處，同埋喺現實上佢營運 IG 所遇到嘅煩惱，所以我亦都有不斷去更新我嘅課程內容。到今日為止，我呢個課程系統已經達到去一個非常完整嘅地步。只要你願意踏出呢一步，你仍然可以喺 IG 上獲取紅利，增長你嘅生意。我更加用心製作咗7個單元俾大家去試學，等大家可以提前感受下我嘅課堂風格。上完體驗堂覺得真係學到嘢嘅，不妨報名踏出呢一步。我好期待喺課堂上可以見到你。